喎。為什麼是背機啊？Hello，OK，各位，那個是佢。啊，唔會 start 冇啊。各位聽眾，歡迎來到對來的這個禮拜，我諗佢對嚟到對嚟講呢個。這個禮拜我嘅變性。冇人誒。七月半了，幕後鬼出來了。你佢知嘅7月半呀？本來你大概7月啦，乜人做工啊？唔是8月31號咩？你放嘅出嚟咯，放嘅7月半了。OK，7月半，這個禮拜我為到對嚟講，第八嘉賓介紹先，第八嘉賓是查某婆。Hello，大家好，我有。聽到啲 music 是查某婆是歡喜啊？歡喜。冇 music 啊，我做咩冇 music？最低來 music 是住啊，查某婆。唔是啦，歡喜啦，猜，我冇聽到。歡喜走去誒！伊講伊袂接啊。哦，我都未接。伊會接，伊聽無。哦，個 reconnect 啊，然後個。係，伊對去別位先。古老蕉默默菇。快啲啊！哦，快啲啊！哇，你勁嘅。哇，水喎伊個變色，等你看，嚟。快！咩都買，嗰是家己做誒。未啦，我馬上就。我想你家己做，家做係囂啫。我這個是家己做，你看。哦，超靚啊！啊，伊這個 crystal 已經超過100年啊！喲，變字咧，啊，喂，個數文亂話 introduce 有個等陣，佢有特別嘅邊南西，歡迎。我搖半了，好多啊，好多。國雕歡迎。喂 ，hello，食飽未？無記你嘅，伊安尼新嘅咯。Hello，係 normal 咧。介紹默默菇啊，介紹了。家己介紹家己。好雕，hello。啊，沒事。然後個有下邊歡迎。誒，冇聲喎。嗯？阿偉係你喎。下邊歡冇聲喎。叉骨條未條啊，是唔是？叉骨條冇啲。啊，叉骨條數啊，冇看到。叉骨條未條。叉骨條冇啲，下邊歡就冇聲係喎。對啊。困去了。然後個有，應該搞困了。然後個有回家歡迎。然後個冇聲困嘅。然後這禮拜第118嘅嘉賓，個妹嗰啲韓國嘅對佢本來講幾個事嘅，到曉。莫等等，快咩來？我介紹路。來了。莫等等。我這次來講。佢再介紹伊超過100年嘅。Crystal。反正你再講看你出幾百年嘅。你看咩看 Crystal 啊？我未使教，我愛教還是未使教 ？OK，我 company 叫我講你未使教頭毛。嚇？做阿官 show。我有 show 嘛。Coverage show。然後本來我 show 是登過一了啦，我會使教了誒。然後咪在伊個明年伊個幾哪個 festival 愛叫去，哇！有你個夾套路嚇？有夾套路啦，個夾套。就條啦，我講嘅，你阿老頭毛會使，特別好，特幾節啦，我 shampoo 你咪個攞嚟學得一包啊。哦，係咪 shampoo treatment 啊？個嘅 treatment 係你。treatment 隻我豆嚟啊嘛，一隻我豆嚟嘅 treatment。隻我豆洗毛，洗個幾線個毛㗎了。有一個嘅尿酸。
尿酸你係食飽嘅呀？比較尿酸。嗱，這個是白佬這隻水咯，這個應該是 Crystal 啊，這個應該是80幾歲。你安怎除嘅較管淡薄嘅，較管淡薄。你未識試所情嘅喎 ，Crystal。冇啦，你咪做笑我嘅聽講，這 Crystal 嗬，伊是古早你在 German 嘛，伊是古早大啲 German 伊是全世界出產 Crystal 第好來所在誒國家嚟。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กูจะให้อุริลังมีกันแล้วฮะยังกันแล้วตัวสิยังนิวว่ารู้จักยังบัตเตอร์นะตัวสิเอาในคริสตัลโจ出来咯哦เนี่ยแล้วลูกแกเอ้ท่านเลยกูท่านเลยเนี่ยลูกแกข้างอ้อยมาขับเลย แล้วจีเนียไม่สิเราไม่จีเลยแล้วเอ้จีเลยว่าสิโบเบอ๋อจีเลยโบเบจะสิว่ากันยังในดิสเพลย์เลยเอ้ใครก้องกุยก็สวยเทียใครก้อง係啦，就對唔住講，都講嘛，我能聽啊。係啦，我聽嘛。他們聽 start，รู้嚟啦。你唔是講講。咪啦，啦呢啦揼嚟啦，啦呢啦揼蹦，嚟看明聽 start。冇啊，講㗎了啊。你一人乜咧？啦你啦揼蹦啦，即係一人特別住咗住冰冰。我嘅住咗住冰冰，誒你別講我是，我唔是 one by one，我是 group 嘅咩咋？我是 group 嘅 group。我等等，嚟講到定住跳舞，都人家都掉。啊，安這你講我跳舞是拄着誒？阿媽咪講你自拜。哦，自拜手你幾搞笑。冇係自己事，我咪是邊嚟做一個 show 嘛。我特別靚嘅時候。啊，冇特別巴海餅。哦，嚇。伊是一個啊節日嚟，一個 festival 嚟。特別咪講啦，係咩 festival？แล้ว嗰陣時我做一個 show 一塊 sensitive 嘅咋，因為我接用係咧，咱地話泰國嘅酒嘅物件嚟做一個 show。哦。OK，你再多一個酒啊嘛，地話泰國，你咪講出來啦嚇。個蘭丹莫，那個蘭丹莫話，怡波莫話，嘅打莫話。冇啦，有時怡波乜好玩啊？我哋嘟嚇。怡波不懂嘛？意思，佢哋叫做 Kelantan， ada kita Kelantut。啊，Kelantut。一 Kelantut 嚟，我係邊下了。啊，แล้ว嗰陣時我就做 show，แล้ว有幾嗱嚟 case 一上直接發生嗰陣哦。特別你講。等陣先，等陣頭先講巴海係咪物件？我巴海人嚟嘛，讀巴海。我讀巴海有一個 show 啦，我巴海邊有一個 festival 嘛。有咩？我唔係巴海人。等禮拜。巴海 festival 啊。冇 promote 啫，冇喺啲邊咧學緊 promote 啫。又唔係啦，但是我去到看到鬼啊，我才冇去。你是到底巴海嚇？嚇！誒，我嘛在你在 Himbas Depot 咯。我知啊。啊，你嘛在過來，我到你咪拜檔。俾 Crystal， 俾做扮嘢 Crystal。唔，anyway， OK，先講下先。嗱，我頭次 show 嘅時，我有請佢哋物件過來，然後就做了啊嘛。請咩？請咩？係咪物件啊？你哋講就你 show 係點？哎呦，等你禮拜你冇聽我講咩？我是做下你嘛。媽，你講嗰個係勁嘅，好靚。係啊，個棒球個啊。然後我頭次時我有請。แล้ว我請隊你知哦，然後第二日我做 show 嘅時，我請來我未記請隊。哦。然後嗰陣時咧，我會喺你教我翕，我係 camera 喺個大包啊，一吹到滯咯，因為我是嗰啲 outdoor 演出嚟咋。然後嗰陣你所在一時。你表演到你請你來啊？係咪？我是做下你物件。你講就解釋就你是做咩物？係啦，你買係未講嘅你假如冇識啦嘛，真都做咩？啊，我 anyway 我是學下你上加下你物件就點啦 anyway。法術。特別我唔是你法術呢，我是 real 嘅物件嚟，有嘅個有，無嘅就無嘅種。Sorry, what is hot suit? Hot suit 係咩 ？It's like a shaman. Black magic. Shaman. OK。有兩張做，你是。Shaman 是叫唔叫來咯？你是
就是啦，是来一跳舞係嘛，一直跳，一直步路嚟嘛，你是步路有笑，係咯。你就你問人講我教啲自閉網冇嘅，你喺度講。你看到這個哦，你看到這個人咩哦？即係條腰嘅乜嘅臉嘛，臉咩其實係未開嘅。呀，雞啦，哇！你讀先。誒，幫我等陣自閉。你噴水。係啦。講。等，我叫你自閉冇得嘛？一跳步路嘛，所以一跳舞是有力舞啦，唔是隔了下，你唔是做力舞先咧。我意思，因為我這力舞伊骨 sensitive，因為我用下你個蘭嘟嘅物件到啲內邊。用個蘭嘟做啲物件，所以是驚 something。等下伊嘅線啊物件，然後物件嚟起線哦，請嚟咧。叫伊過往嘅 show 啦，因為我係你 show，伊是到啲水內邊跳嘅，你知哦。你做冇好事呢嚇，你就是會只應掉嘅。你做麥嘟啫。因為我用四地棒嘅呢，時格一生刮擦呢，你知哦。哦。有時候真正熊啦，你物件。你使 check 我 Facebook 先。有當今網看，Facebook， 你 Facebook。你本來是我頭一日嘅時，我就請來，我請對。第二日嘅時吼，我跳甲真正嗨，有知哦。然後我請來，我袂記車對。你 Facebook 名？你本來係邊個？你 Facebook 名啊？你字名？得吹啊？啊，你未校長，係乜嘢？你冇人得吹，我俾 Facebook 吹，而家 Facebook。我。You friend 你send嚟。我未記起。係你講。你本來是咧，係你甲我翕 video 嘅人吼，伊就行過我跳舞嘅所在。你本來是伊就講，喲，你看到一間厝開成個鬼啊呢？伊講咧。然後伊唔知講，我係咧就是往接落來我係表演嘅所在嚟。你嗰陣時一段翕 video 嘛，伊咪用 camera 咯，你知哦，你隻 video camera 你愛翕 video 嘛。伊隻 start 了吼，伊 camera 貴咧袂驚去，特別伊 before 伊 check 過，你知哦。袂驚咯，然後伊就緊張，伊就夾伊個 camera 去來愛翕咯，用伊個 handphone 啊愛翕咯，用伊電話。然後嗰陣時伊電話上甲有人指表安尼，伊袂指去，你知哦。你在 smartphone 你 touch 伊個 screen 嘅時候 ，usually 係 work 嘅嘛。特別嚇，你當伊個係咧伊個 screen 嘅時候，伊是迄種，你按照第一成個有物件砸掉，你一定袂掉嘅。哦，所以第一袂砸掉，就掉啦，直直幫佢掉。哦。OK， 這是頭一個 case，你接落來嘅時候，伊個想起講，哦，伊唔該有可能講唔到話是，伊安尼想嘅時候，甲會用到對個咧。我看到你猜幾笑嘅。OK，第二類呢？第二類上幾節咧？我反正我冇明白，當明白咩？別人冇明白。我不你看小英好，我在搜我小英用下，你小英用下。到這裡。我不愛看。你看面可能係去。到這裡啊，是你有畫畫呀？是唔是啲咧？Jetty 拉嘟嘅位 ，Jetty。咩是 Jetty 拉嘟？Jetty 啦嘛。咪 copy 我啊！你是到這裡。Jetty。有一個水池嘅啊，有一個水池了，伊後尾有四個幫嘅。哦，唔是 profile 啦。佢咪所在啊？你看你。我看到。個 B 被掉啦，要頭毛安尼拍格。即係肯跳檔啊，都跳檔時候，你頭毛啦。我學山下。啊，我看到。啊，對，我學山。OK，你學山糊一杯下。啊，對。我會使學人看啊，我放。會使，看啦。你名係 Facebook 嘅嘛？明星嘛？你是唔是啲下你講你bank 嘅後尾喺邊做？講你外邊 Alliance Bank 嘅後尾。都是黑邊。啊，bank 嗰啲嘢啦，bank 就係嗰啲嘢。對，你聽講，第二條 case 啊，第二條 case。上幾節啦？第二條，會使 start up 未？Key。因第二條 case 啦，因為
因為大刀吼，上加我做物件時，我袂去車邊啦，然後我嘅手是真正，按照講下，人就是講真正賴啊，我嘅手啊。然後我就拄着我一個朋友對啦，伊就來看，然後真久無拄着伊，我真歡喜，你問，你來啊，我就打伊個家姐，有知哦？笑掉。我只打伊個家姐爾啦，伊會 ，OK，let's say 我 touch 伊個 left， 伊個倒手邊個家姐啦。伊會倒卡啦，很是流血嘅啦。喲！Oh my god！ 恐怖！很是流血，然後嗰陣時咧，我唔知伊流。伊個就是這邊安尼流血啦。喲！你想條腳啊？嗱，你嗰陣時我唔知講，我未記講，我未記請對你知哦。因為第一說所以我只打伊個家姐咧，伊卡流血。你是後對說啦，然後你後邊請對時你去打的伊。對，因為我未記去，我是掉掉知哦。然後嗰陣時候，伊會，然後對伊流血是伊唔知，我唔知，是伊後尾是甲我講。你講伊流血咧，然後嗰陣時候，伊是成個有人家裡安尼靠伊吼，伊流血落來。條腳啊！我哋咪當咗特別一啲係卡上隻腳，要幾條條啊？啊！伊是安尼，伊是血安尼落來個了，明白講？幾條血一條？唔知，下嚟我無清楚。那特別伊搞個伊成個有人靠伊安尼，你也伊卡呢？因為我就是問到幾條血啦，有兩正常啦，嗰陣時三條血咧，就是隻蛇，隻一成啲 demonic 嘅，隻蛇是三條血。你唔知哦，我無問伊，因為伊本驚本嘛。你當對咧，咪成日嗰時一食到伊咧是流血，你對厝嘅時間仔要聽，上面一對厝看到流血一個仔講，無啦，嗰陣時我念到物件互伊啦，แล้ว所以伊應該無事咯。我頭晚甲拄着伊爾。頭晚甲拄伊甲俾食糖水呢。應該無事啦。喲，你安怎來請是安怎請誒？有啦，係你愛知道甲講，係你想一 process 上濟啦，甲你講。OK，來，甲你講第三條 case，係第三條 case。講接落去。但我這是頭一條呢，唔是咩？第二條頭條是 phone 呢，第二條是卡流血。嚇對，上一首啦。上一個點先嚟。對啦，第三年會上一個點先嚟講。了，嗰陣時我係小埋了啊咯，了我物件真濟嘛，了我都叫佢哋搞我俾跳舞嘅人載我物件對邊嚟哦。了嗰陣我摩托咧就白多巴拉嘟嘅位。你知巴拉嘟是唔咯？知啦。我諗過了，我唔知講。你做翻那個咩？佢哋巴拉嘟嘅邊，巴拉嘟嘅邊呀？你咪是一間嚇？Getut Lu cari para Getut St. Joe's lah St. Joe's lu mai講嘅direct 我約你姑姑之後你哋幫助個仔然後嗰陣時咧我都叫搞俾跳舞嘅人載物件對然後因為我暫時我冇換車我就我換摩托因為只搭車嘅數然後我摩托咧，我就北到喺巴拉嘟嘅邊啊！你知伊嘅嗰邊啊，有一個咖啡店嘅邊啊，伊是有一間老嘅邦加羅嘅哦。OK，喺你邦加羅啊，你知啊嗬？伊話咧，伊是真久，然後伊喺你大邦加羅人唔買賣，唔買做蝦米嘅嘛？我知。喺你古邦嘅等你哦。對，啊！這你真優秀。我特別靚 ，of course。哎呦，安尼你嘛知你特別來新巴吹話，甲你講。我你無特別靚嘛？你是古邦大邊靚，把你無特別。你嘛在過來特別甲我 say hello，因為我唔知你新人面是安怎樣子。哇！你新人面哇誒。所以我是真 direct 嘅事啊。出名咯。你平常都未菜粿嗬？我看到你做菜粿。哦，我去學做菜粿啊，對啊。喂，你買咩菜粿？菜粿冇？唔是啦，我是賣 accessories 啦。哦。
誒，我講，你特別嚟講say hello 就我未見到。我看有去啊，甲你講。呀，OK，安尼咪第三條實啦嚇。然後我就叫我特別跳舞嘅人，在我對住。喂，我要再講你嘅邦哥羅是，特啲你講下啲邦哥羅，頂到有凳嘅邦哥羅特別無嘅，還是覺得 reserve 掉啦呢？冇，一時真正我一間韓國正出名嘅 cafe 邊啊。知了啦，知了。大家好，你講就知了。我唔知。cafe bed。知喎，我咩知？應該點叫啊 ？location。我唔知，很難做英國中知咧。那寫者。誒，當今邊咧有咩？有 cafe bed。我講嘅得，你換落嘟啫。你換幾多？我呢個就知了咯。你講呢個話解呢？唔係你講人唔好誒。等你用隻念呢個掣啊，看到。佢真係未幫佢。哦，落到 OK， 然後我聽啦，然後到好，他暫時是我個也未請對你知哦，我個也未請，因為我未記請對，然後我摩托就拄好北大伊嘅係你 mango 嘅樹種嘅頭前。OK， 聽到。然後嗰一時咧，他暫時已經無人了。我係當時嘅車是停到我嘅阿妹咯，我落車咯，然後就行你白摩托，我愛去騎摩托，我摩托是住喺下你樹種嘅頭前，然後就無車無行過，後面因為真正阿媽在佢搬命了。你看，然後嗰陣時我就愛騎摩托嘅時，我先開鐵無，然後我開我嘅摩托嘅輪胎嘅時啦，伊嘅樹種樓卡啦，伊是一個查某。聽我講嘅就係1,000條，伊是一個查某，1,000條上個米色嘅衫呢，然後伊嘅衫咧是真正長嘅在哦。然後嗰陣時我看到伊面真正清楚，伊是長頭嘅，然後伊嘅攞起伊面是無點長，伊是攞起手到底邊度安尼壓掉啊！我想，伊唔是迄個上個人賣電話迄個，你看你。冇，唔是，伊是真正 steady 嘅。伊上個有物件愛甲我講，特別我唔知伊愛甲我講係咩物件。哦，伊面你看出是查某，伊是查某，長人噶。伊面，我可能唔是長人，應該是 Japanese 還是 Malay，我看唔清楚。哦。特別伊面是正白嘅咋，伊唔是白，伊是你知畫環啦，樣是真正白嘅環啦，你嘛就，就是迄種嘅 skin color 嚟。目睭大啦，目睭大啊！哦，伊目睭一定是開條看，伊上個伊唔知甲講咩，然後嗰陣時我個想到對啦，原來有一百個位啦，我有一個搞跳舞嘅人，伊就是做條嘅 action 條啫。哎呦，嗰啲哦。然後嗰陣時停掉，然後你係寫是我係啦。哦，然後。點？對頭你單身冇份啦。嗰陣時我就講 OK，我個唔知，我個未記講我愛請對我知啊。然後我就對到厝了，我對到厝啊嚇。你看到你冇驚，你就話冇多對啊，你冇啥 reaction 係咩？平常我看到只謝了嘛。你未記得同你講啊，我等下看到安尼物件嘛，你未記啊咩？你冇插尾一頭呢，閃到，你就才驚咗。冇啦，冇就才跟你看咧資料。所以你看到了，你知道哦，大敗對。OK，然後就啥物件，然後我就一邊看摩托一邊對咯。然後我甲把跳舞人伊就對了我阿妹，然後就到厝我就搬物件咯。然後我一暝上一日嚇，我規暝困嘅時啦 ，usually 嗱陣我是開條門安尼嚟講風大，伊門就是在啲砰安尼冚嘅嘛，然後就開到邊就無啊嘛。一日規暝啦，伊門就是在啲邊砰砰砰，啲開冚咧。然後我伊個規個感覺嚇，唔是風嚟嘅咋。伊有叫 rhythm 咧。伊是有人開，伊是開冚。你呢隻鏡啊，即係每日當你阿妹一隻妹。對，阿妹嘅。
呀，等陣你看電燈。誒，我叫佢吹牛啊！答誒，我快落去做面之後咪啦，把台。你地好你見咩？你地好你見咩？你咪 masturbation， 你 masturbation 就變一看了咯。你講 Can I join you please？ Next time 啦，next time。了，你看你先聽到每動動咱做。安尼，那嗰陣時我就知，哎呀，唔要緊啦，有可能伊是到半暝啦，這邊食神啦，那第二對哪就做咯，做物件了都唔算。那你是好像成到哇，就到誒。我未記嘅數。了你逐擺你跳舞未使是你請伊來，了是跳舞了是請伊對應可能。了一道你叫來都要叫對嘅，你叫來無叫對好，你是講嘅個講。你是叫來的時，你是叫伊來，互我人來我嘅 stage，然後互我人接我嚟玩下，還是叫伊報備。depends 看你是做咩物件咯。有你係 offer 嘅物件。我 offer 我係之前做，我係之前 offer 笨笨啊。offer 係咩物件？上個係啲托卡呢款啊。上個你是請下咧個人嘟嘅咧，你特別愛有金蕉咯，愛有椰咯，你愛有米特別愛米為姜咯。米。你貴啊，你愛有切韓式嘅線咯。切色線啊！你貴你看嘢嘛，你無相，你看無相嘅。哎呦，你唔知罐頭幾嘅，你捌聽罐頭幾哦？得講。只隻 version 咧，我見咗幾。嚟，等你講你 version。OK， 聽講你先。你嗰陣時愛有，你愛有咁樣嘢咯，愛有香咯。一家你件，你應該會特別有啦。你要見你咁嘅話。冇即係 offer 較早 offer 嘅。usually 你特別，你做嘅時 offer 是夠辣嘅啦，特別應該我唔知啦，我台灣嘅 offer 一冇嚟本。你邊度減一行？因為唔是講係太貴嘅咩嚟啊？係機會。冇啦，一冇安呢，安尼機會咧 usually 是用別嚟 function 嘅。唔好嘅啦。depends 你用阿咪咯，你用幾工是用幾波？唔是你講，唔是愛見血。depends 幾工做咩？幾波是做咩？你用膠嘅，你是用鵝膠，用普通嘅膠冇冇成本。嚇，鵝膠會去啊？鵝膠是正常咯。人哋講Guinness 都會喎，凊彩啦。唔是，伊是黑色嘅膠。Oh my god！愛去，你是都可以留去，嗰時愛去死。你使用伊回嘛？伊流，你覺得伊會死未死啊？我唔知是講攞地，我都看你僵屍嘅戲攞地嗰時一碗嘛，無相嘅，係個滴出來，嗰時一碗嘅，我要說你是講咩嘅？嚇？要說你掛嘢嘛？我哋是講咩嘅？阿龍講咩？阿龍，你負責講嘅咩？你惡交會住住。政治啊，多啲磅嘅，多啲磅。依攬啲磅嗰啲。係你滴嘅龜嗰套字嘅。我做學成嘅時喎。兩個咪輪住人，你學家係幾兩萬磅啊？真係積壓嘅，要滯哦。特擺兩對嚟度掉嚟。你講個嘅學交係去嘅呢？我都講嘅學交度嚟啦，學交係去。唔係，你咪輪住人，好滯啊。你家己笑啦，你家己笑啦，你啲邊個嘅事，你看啲電視劇，有真一隻走電視劇啊！你捌看條愛狗無？你捌看條愛狗無？無。冇，我是講你嘅，那是有愛狗啊！有啲可能睇死了誒。嚇 ？serious 咩？你家己，你免相信我，你家己去邊嚟去看，邊咪就有隻狗嘅啦嘛，走嚟。誒，特別你講係看掉咯。隔離是chocolate食嘅嘛。對。你唔捌看條愛食。because 佢走我食嘅，有啲有人睇死啦。伊走來啦，咁我隻狗啦，爸比啦，一個是哥哥食嘅，一個是惡食咯。然後我人前兩隻嘛，然後伊走來啦，真彩似咯。然後有喂，你要甲我討惡食嘅啫。我唔知嘛，咁咪害咗。唔是攞幾年後無地去啊！伊講係狗走去，無可能嘅嘛！伊特知道伊度走邊嚟。無走，伊睇死啊！就冇都係死你個。路街咯，路街咯。伊會去拖治療咯。
喏，今年无去啊，你狗無去啊咯。這是隻狗袂亂走嘅啦，爸比袂亂走嘅。我等按照這麼數值啊，對一九值啊啦。係咪講嘅時候冇聽到？你講這值啊嘅事，你講值啊一九條太死啊事。冇，唔是值啊，因為嗬，你知係你教學教會會啦。伊誒 energy 是真係 strong 嘅，你知哦。然後對家上家貴一線嘅人，嗰是上家啊你貴一線嘅身軀，嗰是風水物件咧。伊 usually 啦，伊會 function 就想來去破人咯。破人。就想來做人無好，來做係無好，所以上家人嘅計人啊，就是人做風水你好，你去破你啦。嗱，將你破會掉嚟講，你成功本好啦，會使你驚順本無好嘅，一直壓佢數嘛。哦。破人是咩？但是confirm 會破掉嘢啦，嗬。破人是咩？破人啊，是做啥？都人好好順順嘅。break。破人好好見啊！伊 break 伊 break 伊 magic 去咯。破人。所以但係有當時咱做功德嘅事啊，咱真係做佛地，咱出算是嘛少嘅啊，係你敵嘅嘛，知哦。伊有情況嘅，嚇，係你使講嘛？但係講你咪，咱未使叫嚟堵人嘅，知哦。伊頭未使堵住人嘅咋。你鬼啊你嗬，你計打機咯，無好嘅咯。哦，你打機。哎呦，你未曉你物件咩？你簽咩打機？抄下，咱就未做一個。冇啦，你咪亂做嚟，你而家未曉嘅。你係曉嘅。誒，你咪亂做講話，等你見咩嚟隨到啊？而家得嘅咩？唔係誒。你個知名就係啦。只係咯，誒，咱特別做一個 topic 是講條做功德嘅，做功德嘅。你功德唔是念經嘅咩？唔是嗬？我冇係咪並逼功德是係咪 ？credit 咯。ceremony。有，但係整個會佛教都是念經嘅。係咪？那功德咧做啥子物件咧？要做花卉啦。啊！那伊做南西地啦，有做橋啦，做咩只嘅。然後有做下咧金木水火土啊，下咧物件嘅了啦。金木水。下咧我係條特別係條特別無影，咁你講我無辣有笑。佢只撚講做功德 ，OK？就是咩？咁你講我嘅了啦呢？是吧？我未出水嘅，咁你講。喂，我諗覺得未曉唔少。我就去把海隨意俾嘢嚟啦。Penang，itu Penang。Penang啊，Penang 去俾嘢嚟。嚟。Penang 到邊？見能幾啊？唔係，等陣講，我驚唔敢對厝啦，唔敢我驚對厝。我係嗰啲新巴嘅，媽會講啊會。講 dead rights for the dead。哦，俾我知啦。Perform rights for the dead。你是到啦，你是 Penang 嘅啦。Penang 㗎。Di Lotong. 冇嘛？別講啦，你邊啦？你寫嘅字落當面。Aduh. 兩邊，頭冇上。你個係抌啊？啊，咱看到咗冇得等，嚟，後你冇嚟看裝一等，嚟。得住嘅麼？對，佢頭冇啦，冇得住嘅麼？得住嘅冇啊？而家等啦。你看冇？啊。咩偷？會唱咩偷？旁邊等。而家等啦嚇。你會我加啊！我都冇得加。你懂你快！特別第三個我看未到，你看未到，我看正。第三偷啫。啲啊！你冇是 Q 嘅呀？你嘅呢代啦，把你個價票必定到。講個鏡頭呢？哎呀，你頭冇上對了，你準備條bandana，你是bandana tak jadi。我唔喺度啦。你做乜咁樣成理啊？個白人，打包波，我希我們故意個數波王聽知道？波。南西。冇，跟住聽你曉嘅講嘅嘢啊。應該真係。唔得啦，有人講愛講棍照鬼啊，棍照鬼嚟。啊，講棍照鬼。我是看嘅，我看你怪談。講棍照嘅嚇。棍照鬼啦，係咪棍照鬼？係啦。棍照鬼。阿龍啊，一時我係
有咧邊有家己人講拳照本啊喎，你捌聽過哦？咁咪拳照啊，拳頭冇就有啦，冇拳招啦，見招啦，banana 啦。係啦，個嗌過啲英國中。拳照我捌聽人講拳照咋？你講嘅就係咩？我冇聽過嘅。我講嘅。邊講出來咧？我講拳照，我冇講劍照嘅喎。我講拳照。我冇聽過拳照啦。來叫做 research。我係個叫拳照本嘅，我個厝人叫拳照，我人叫拳照。拳照是唔是喺你個大條嘅？係你叫大招嘅。一當你拖卡。大條咧去 export 咧，嘅去 export。講拖卡。酷到去 export 咧，條咧就叫 B 照，酷到去拖卡。B 照。呢隻條就叫做 baby banana。拳照龜嚟講就拳照龜係咪？講下。拳照龜嘛，聽古早細漢時，啊，聽人講啊你。大波去曉個啥物啊？了，也紅線看伊個遮裡，伊個腳遮裡，伊個鼻刀啦，地度嘅。哈哈。了，叫做鬼是查某誒，了伊就會飛來伊個門窗吼。但係我是奇怪，若是你係叫做長啊，看個你腳成個真長誒，迄個線要真長。哎呀，人哋見象會做嘅啦，冇用頭毛夾，因為毛定定。都唔是紅色嘅，伊紅色嘅線嗎？線。你講啊，呢類嘅咧？呢類冇，買啦。我聽講你見照紙就水嘅嚇。你伊是換哪來吼？換哪幾吼？嗰時。了，有一隻節目上，即個是古早細漢時人哋講嘅啦。了，我看怪談嘅無相嘅喎。怪談成咗。怪談嘅無咩記啊啦，特別伊都唔免門窗嘅，伊唔免看啲手嘅位嘅，本是用紅色嘅線啦。你家裡特支唔知，家裡特支嗬。嚇，了查某袂使入來嘅，伊講查某阮是入來，就是你破櫃嘅物件，伊正獨人女咧，伊正獨人甲了人咧，了唔知下你大波吼，人經特登下你，哎呀，伊個名一個字呢，個袂，愛講過來，個袂嘟，個袂嘟哦。啊！伊肥肥安尼看咧，就到怪頭伊帶，伊有講什話，伊帶人去來檳榔哈。啊對，阿嘟啦哈。阿嘟 band。伊就看啲伊個手嘅位哦，看啲，也是等下嚇。哦，跑來哦。伊看，哇！伊看啲伊個手嘅位吼了。伊師傅擺陣啊！伊講下，等陣伊叫出來啊！如人查某望入來，望入一個下咧，快大咗伊下咧望走入一個下咧。然後咧後邊伊袂啊，伊直直流汗咧，無就掉掉呢。咧伊他媽愛現安尼看。然後咧查某啊，種香港嘅明星啊，就驚咧後邊出事啊，伊用走入來想唬掉伊啊。啊！袂使，都袂使走入，伊走入來咧，佢哋師傅嘅手就流血啊。喲！啊，現場流血啊，然後可能刮呢。伊師傅無白線，特別本手本流血。啊，都是師傅擺嘅嘛，即係讚講其實是平安，裝。伊特別。你伊問命啊，你查某咯，你袂使走入來，你係死就這人。白線是白到啲阿 Ben 嘅是酷。超，一百秒嚇。特別師傅到下邊做嘢，或者特別做喺流。你咧冇等嘅見照鬼人就講。係咩嘅？你是見照鬼。棍照鬼。見照嗰是見照，攞掉特別定定啊！你睇講，你係想做係見照？啊，我係咧，因為我古早在金鋪馬來語嘅嘛。啊。แล้วเว้ยอัมบุมาลายมาจิตาเต้ายังอูไทยอะไรกันอะไรมีไทยกูมายังอูสิฮาริรายาฮาตุดสิทำไมเลยเดี๋ยวยังจะ sacrifice ใช่เลยkorban เดี๋ยว我可能問你在ขี่啊咯你代表王ขี่你代表邊個勁ขี่你叫 korban Điều co bán hồ sao? Lalu tu ada peng, I tak nak dibunuh, tolong abang, ni jangan lah bunuh. Musiku. Như vậy không phải講là cuốn chiều cuối. Đó, bây giờ gì đấy? Vâng, hả peng của nó, ở đây kampung Melayu mà chỉ cuốn chiều trắng mà. Đó, quế gì vâng xe hành này gì hả? Và cổ chiều tọt đi vâng đối bình peng chỉ chiều trả bao ít chẳng cao pa piano
piano 福建話叫咩？鋼琴啊！一隻個拍鋼琴嘅。你嗰陣時咧，大家半暝往叫伊時，因為 after 食飯了後，你咪是愛出來佚佗嘛，見啊。然後大家我按照叫人，就我寫咧出安尼聲咯，叫人咯。因為我驚因嘅班嘅嘛，就係所以我有暗號嘅知哦，我暗號就寫咧安尼啦。你未曉咩？未曉。哎呀，你係超過介10年，你無童年嘅你啊！當金寶就對咯，就是當金寶。That's why lah, lu pun tak jadi. Nah,嗰陣時我就得叫出來嘛。然後我就 suka 鐵佗咧比賽鬥走嘅嗰陣哦。哦，田徑啊！啊，然後有一咩時就往囡仔就未曉嘛，切過什麼物件。然後嗰陣時就走下面草埔，就是養太古嘅所在啦。你見做爭嗬，伊係你紅險嘅你啊！伊是會安尼叮當嗰陣嚟，安尼叮當嘅。啊，準。那嗰時往囡仔，我細漢，我朋友甲我分細漢，我唔知講係你物件啥物。那就佢講有時有人喺啲內面安尼啦，因為有人無人安尼暗暝養10幾9點乜落去，媽你可能搖仗，你想講咩打野戰咩？佢又唔成10敗咧？乜你知咧？你是條可能證？啊？你是條可能證3敗，唔係你知？我自己證嘅。優秀。你嗰陣時咧？你外啲看到鬼啊嘛？還是？無，佢暫時未曉，乜嚟曉？見啦。你嗰陣時咧，有紅嘅物件出來，你知哦？一隻紅嘅就一直喺邊撲咯，一直喺撲，一成個成個紅，特別伊唔是嗰種真正 shining 嘅灰，乜嚟伊灰喺度撲，了。然後我就唔知物件嚟奇怪，就俾看咧，哇！梗好啲土人見啦嘛。然後佢就轉去咧，我阿哥講，然後佢見到就同 parents 講，然後乜嚟就講過嚟，佢哋是絲羅飯嚟。絲羅飯。你就見住就係鋪嘢啊！一時到啲，你見人咧鋪嚟鋪去咯。哦。哎呀！嗰時是你頭啦咩？對啊，伊是紅色，特別我唔知，特別嗰陣時我是無看到是係咪 colour 啦。你冇看到燈啊嚟啊？係啦，冇看到燈啊。冇對看到紅物件咧，我唔知你是燈啊，定係咩鬼？特別迄個甲建築鬼有像嘅咩？無像。無，伊是喺啲觀照嘅位，然後有人冇講。知道幫你吹建築鬼。哦。超緊，我唔知。他講，誒，你錄音啊？我冇音咧，你誒，這個燈頭冇叫咩名？火車。誒，你面計色呢？唔知到咯，都掉你死人面佢知道？盲隻咯。嚇？色盲隻。你是唔是直接都掉咯？到對得啦。我唔知有當去一間我朋友嘅pub啊，50-50啊。係咪嚟？一人唔知一人過來看到我講，誒，你是唔是火車啊？呀！出名了！明星。你是唔是你布拉迪古社會嘅？冇啦，銀行機啊。出名了咯！50-50冇。但為你是唔是火車啊？你就在學更加機咯。應該是啊。我每面唔知。阿伯妹咧就幫佢咯。在路安尼啊。哎呀，有笑㗎！誒，講有聽。誒，你咪講我硬嘅臉你頭起來個女仔。來。嘅報應你，學古蘭嘅報應。啊啦！啦，我臉你把它過來，我說我臉嘛咯。哎呀，我你是看到我賣教官嘅女啊，你比落嚟古蘭啊，我走啊！你咁樣冚了一啲咧，看到古蘭咧。好啦，我掠我爛啊，掠我爛頭先。誒，這個燈啦，第八件你把你是到的啦。第八件，我是到啲英國。我送咯，誒，我嗰時喺倫敦嘅。冇咁樣送啦，搭一路河領個巴士。把路個領咩？這邊差不多領半啊，伊人嘅昨天是講嘅啊，
tapi bawa我等禮拜我 after 我 avion 了我過去時都 drop 滿啊。冇安尼普通啦，較濟是落雨誒，落雨了冷嘅啦。我介紹你佢。我等你表演啊，去幾時個表演啊？你到底到落去，拄着無啥拄着鬼哦。有一道我唔知是鬼還是人，有一道我到底係咧。你在 Brussels 到底 Belgium 嘅位嘛？啊 ，Belgium 嘅 capital 咪是 Brussels 咯。Brussels。但係 Brussels 你過一個點鐘咧，你就去個 Brussels 你知哦。嗯。啊，你 Brussels 我大啲學弟嗰時我冇讀過。安怎講啊？安怎讀的？伊就是特別大嘅學弟，啊你三個讀裏邊，伊唔敢出來。你背後用你嘅感念伊。自敗咯，我暫時揾到雜路緊去表演活解。可以正嘅咯，可以正嘅。你個結做你攞出嚟點？你梗係錯嘅，你咪講垃圾物件，我冇解。你咪講垃圾物，我冇解。I am very pure and holy。哇！I'm very pure and holy。pure and holy 啊！誒特別會啊 ，Brussels 係真古早嘅所在，你去你成間成日古早，隔了伊會驚，隔了成日古嘅，你看了你那是想鬼啊，你驚就驚啊！你做嘢所在本只古。嚇！伊做嘢所在嗬，伊嘅邊啊，有硬講啊，用劇，用成個伊人觀劇這所在，伊嘅舊伊嘛。伊特別劇真係咧硬講啊，你 baby 硬講啊，咁就係。真正吉利咯，伊成個正人安尼看着，我講。你學到你安怎帶到啲南面一定當家小聲。無，伊是特別得讀呢，伊唔敢出來，我唔知做咩事。伊是囡仔藍色嘅呢。無，伊唔是囡仔嚟，普通嘅人打波。打波。啊，伊特別頭前我講，你開出去啦，開出去，你講伊唔敢。伊有跳緊我咩？冇掉啲是 QQ 嘅，冇，伊講阿木話 OK。QQ 嘅鬼 in the closet。要個點嘅咯。阿 boy 都係咪？我咪一直驚啦驚叫，我咪叫咪摸。伊可能伊無清曬拍攝出來。冇，伊是普通嘅，伊清掉。成個人會嗰種 modern 嘅衫嚟咯，就是成個人 shirt 啊，特別褲我看唔到啦。伊是我 usually 我看的是伊會上半身。伊是唔是隔壁走過來無穿過表走過來？佢車你就冇，你就個人無穿褲啊！咁講，伊真係做呢個就係咁講。你有聽你講話無？伊講話無？伊講係咪話？伊講法國話？我是用嘴嚟講。you can go out。我用啲字嚟講啊，唔是用嘴。Sorry，抱歉，我冇字嚟過，OK。我過那個有。用啲字嚟講啊。你計講。有嗰陣時，我用話嚟講。Usually 我是出聲嚟講嘅，就我看啲物件是，那陣迄個物件，伊成個伊目睭成個無 clear 嚟講，我就用心嚟講咯。咱就看較清楚，看你目睭嘅咧，我就用話嚟講嘅。我都看到伊啦。對啦，confirm 伊唔是人啊。呀，對伊啦，就講伊看到伊嘅穿衫，係咪款嘅衫，係咪裝嘅衫。我到啲杜蘭面都真係看到。伊幾杜啦？嚇？就你開啦，因為伊杜。哦，對啦。阿杜是看到伊。對啦，用腦想嘛，就係你講緊嘅咩？你我今日叫啊，自閉啦！我今日叫嗬，你是 either 你是無腦，啊無你就是無腦，攞你。我唔知。你無腦，那就無腦，攞你呢？你是到時你都講。伊講啊，成個真 natural 呢？我咧開到係鬼。係啦，最係得關你。我接其他關開，ดู那是有人啦，俾我走個波死咯。我講個阿伯那是老人老輩輩人，我講 hello 啊，yes
你咪講我就有當時啊，我去人嘅厝嘅時候，你會看到吧？真個，我去人厝那陣伊厝有走開啦，你走開佢只咩哦？走開仔啦，自班。你知我可能，我就講你是講嘅是無多嘛，我屋企我都唔知。你講，然後嗰時我看到老人褲到邊一陣咪驚嗰陣。喂，捉啫！你講下面老人褲掉只物件？講時佢你即係人就，我係講，yes sense 啦。伊可以去人嘅朋友嘅厝時，人嘅厝時，走開先時，看到老人褲到啲走開會點見？有當時，唔是點冇。唔是人嚟啦。望出來對厝啊，睇人。左先嚟。阿師唔同台。那都是古早我頂我講過啊，我一個學堂嘅老師啊，伊看到嘅嘛，了，伊就講啦，7月半時 ，especially 看到嗰啲落邊架咧落人擺啊，你物件。哦。你老師是唔是講青松山嘅不會啊呢？你是不會特別冇青松山嘅喎。我聽到。俾媽媽嚟講。唔是小學老師啊。點會看到伊？我看到咪娃娃嘛，有一道嘅時隻物件。即人嘅時你識嘅？你冇叫伊啊？冇啦，歹勢。哎，梅花都醉。你是唔是褲啲周開邊個正？我依家我嘅朋友啊。喂娃娃做咩時候伊無對人 join 咗咋？人哋伊當伊用伊哋打時候用伊嘅電話，所以無夠哋打，都冇真人咯。伊接啦伊。你冇 WiFi 嘅咩？哎呀，可憐。WiFi 啦。啊？冇 WiFi。我叫伊上個網看嘛，有陣時我偷我係你那邊。伊冇係 password 咧喎，我講咧用。好啊，了，別人無幾個數啊，頂住我無講掉啊，我講嘅，頂住學傾講佢個了，特別我小鼻氣到得攞喎，我哋你試試，但係我你講聲 sorry。我唔識 K 嘟，我到底嘟嗱嗱邊嘅會做啫。Pit stop? KF 嘟啊！定到嗰陣叫 Fit 嘟 Plaza 嘅，因為自己 hotel 嚟會。咩 Fit 嘟？Cold storage。Fit 嘛 Fit。哦，多 set 哈。因為自己 hotel 嘛 ，hotel 對面自己 KFC 嘅嘟嚟嘛。啊，地樓嘅 KFC 啊，是地擺是出來啦。啊，好嘅啦，地擺啊，就嚟幫佢咯。地方嗰我前面嗰代見啊，然後伊個佢一間 hotel 只叫，佢邊個 hotel 只咯，我啲我朋友喺後面做，然後伊講伊個行，伊到底邊到底 hotel 嘅位，伊看到到底伊厝對面哦，一間 cafe 嚟啊，伊只入我咧背過來到底，佢邊厝背接佢嘅伊做點樣嘢。點解本地人呢？啊，我啲下邊唰咧衝嚟咯，然後我別記我冇咩記憶得啦，就到啲下邊咯，伊然後伊唔知係有人跳樓過到啲下邊，伊講對，下邊有一個人跳樓過，啊伊後尾藤仔計放起來，不然點解學到伊藤仔會開？然後有人跳樓過，應跳樓過嘅時候，我別記得特別 something 嚟，伊唔伊唔是跳後尾咩咗？呢度冇跳頭整啦。跳後尾邊啊？喂，你講到跳樓嘅故事咧，我知啊。哦，講係我聽。下邊嘅附近啊 ，KF 都喺附近啊，直直行嘛是有一個 college 咯，本是啥嚟字嘅？啊 ，KD 都。啊，伊聽到嘅邊啊，是下嚟嚟嘛做電嘅下嚟。對。DN 都。邊度啊？然後我人古早他邊嘅是北京啊，特別北京嘅後背路咯，係你 DN 都嘅後背路。你是唔是做定戶嘅做？因有自己早起嘅事咧，嗬。誒，我講佢佢啲人興嘅，冇車啊，你我從學校去北咯。
然後我接去嘅時，人講，喂，早朝人跳樓啊，跳至黑餅，哇！要驚死啊！你個對是個計仔是人對哦。我對，冇我對嘅時候，我去駕車嘅時候，隔了人白隔了去啊。哦。我去學堂嘅時，伊個身軀清去啊。哦。然後伊是你咪會嗬？啊，伊是為咗你撳攝嘅數咧，你發覺唔係嗬？係人跳落嚟啊，是因為咗伊愛情跳落嚟。或者係當時個無人做 Uber，啊，未想你是 Uber 對了對。特別我有朋友啊，伊有安尼款咯，會特別車。哦，青紅衫嘅啊，青紅衫。水咯，但真。因為有一叫伊看到物件啦，然後伊人特到阿妹唔知有去一個單位邊唔知做咩啦，然後伊就上嚟啊，對嘅是甲伊說拜拜，你看下 from distance 啊，然後伊咪在問咋子啦，都揸住最青紅衫，就對伊身邊啊，然後伊講無啊，特到我咪是人來嘅，然後伊講嚇，我講啊，應該唔是啦，伊搭下你順風車嘅。伊人生有一個 level BGHK 對，衰注意仲有衰啊！Hello， 去車吧。叫我介紹嘛，拍廣告。喂，那是以前啊，嗰個驚啦，唔使最嚟，停掉你先。Product placement 啊！喂，這種啥？人都create 個樓卡去啊！你當然有機會咯，就係俾 T-shirt 嚟嚇，唔俾你學嘅。啊，攞啲機會拍廣告啦嘛。介紹俾 Thank you 俾你學嘅 T-shirt limited edition。OK，了接完了就冇啦。係，了個講到啲鬼，哦，對，我咪是去人教會咯，真的。是。誒，你講你搭帶嗬，搭帶。我冇搭單啊。你有都搭機嘅時有攤啊你有？學得貴啊？唔是啦，啉爽爽下你，bubbles。有啊！哎呦，爽死嘅。啊，邊個冇啉啊？冇啉酒。有啊，champagne 有成啊，有 champagne 嘅料到啲 breakfast。哇，好料哦！好料。Dana 講，because 搭帶我看搭帶門，搭帶較貴 actually。tapi Dana 是 hotel 嚟嚇。哦，你不是 hotel 嚟。resort 啦，แล้วDana 我 suka because 伊較新，比搭帶較新。แล้ว我去 research 看咗隻 video 咧，我較 suka Dana 嘅，所以我就去 Dana。แล้ว哇，只爽咯！伊 breakfast 較好料，我講聽，個阿達就話伊是 menu 嚇，因為使一 buffet 本來你去食，人真係講就一 topic 嘅。再講食誒，你再去食 buffet 啦，然後你使叫阿拉卡嘅本啊，本是包咧啦。免行落啦嚇，都坐條去收路嘅啊。不 buffet 你使去行，特別難，差不多呀。你使 order from 伊 menu，我睇下隨。然後我咪是看到伊個 hotel，不伊有一個 menu 裏面，伊有啥不想食按摩食啊。แล้วแต่พี่ว่าคนที่อีจะก็ปีเตรียมสาว breakfast จ้ะ係你攞入女嘅，ก็ก็สวยเนี่ยว่า隨時喺度講，伊攞入女嘅叫做我冇搭路嘅，係你單啊嘅價錢啦，你啊食 smoke salmon 你嘛，你去食你加一落地，冇得。OK 就攞到 breakfast on 度面，for 嘅 breakfast 就攞到。隨火啊！我講正我嘅隨咗個，好聊。嗱，你去蘭卡威都點咪貴？我去蘭卡威攞公價呢？蘭卡威唔是講未使落人講玩咩？去蘭卡威。蘭卡威就未使落人講，我冇落人講啊！我對兩個落人講。特別你問人就講咧，等你馬蘇里來隨到個仔。是咯，我是馬蘇里來啊，等陣。有時佢哋拍廣片做馬蘇里。我係包咗喺外邊咯。馬蘇里唔是日本名嚟咩？你去跳樓，你去做鬼。你冇睇sejarah咩？馬蘇里，日本嗎？你咪做一批死 OK？日本老名馬蘇里嘅。
Tapi我是睇哦，EMAT，sorry，EMAT 唔是 MAT。Matsuri 係你先啊？Matsuri。你話真係 Matsuri 幫一環啊？咁你白白下咧，係咪嚟？伊 Matsuri 幫頭咯，伊係你是白白。你是講人徛掉嗰邊嘅咧？嗯啊，這個無頭嘅人徛掉。有人徛掉邊？看得到？你無頭嘅啊？冇嘢。冇嘢。John 啊，我 send 到那條相應。Hello，你是幾歲？未 send 過，我有個。OK。不 send 幾多落去？你看一點物件。等陣，報曉嚟看你上個 start 嘅。計的。不。上嚟個 start 嘅。看啦，當。嗰個人誒，一個人無頭哦。冇，當晚有人徛到邊？我想人，我是想人徛嚟上。哦。就是冇嘢。Hello，這個點啊？應該只看唔到人，應該看唔到。看到這裡。冇，當晚有人徛到邊？伊上個伊翕曬，伊是無人嘅嘛嗰邊。哦。安尼應該只看唔到啦，我看到上有人在嗰邊嘅咧。阿 John 免困呀。嗱，看呢個。都看唔到。都冇關行。Makan Matsuri。我講佢啫啊！我學本啦，食夾本，我只隻貓嘅 Q 呢，我見只慢嘅時特啲頭整嘅。係隻貓啊邊？一 after that 忘記了，忘記隻那是จำปอ我係菜，我隻哎呀佢真係收我哋啊！OK，嚟講嗱，麥你講咪我看小英嘅有講。係啦，我叫佢到落去，好咯。叫佢 Facebook A 哦。Facebook 你睇下。嚇 ，OK 啦，等我出入上好咯。我見到啊下啲都係咁嘅事啊嗬，特別喎。你唔嚟聽，我是當見當嘅頭啊，冇咩。人講幾個數啊，我俾講起時我未記掉嘅了，就係嘅。因為你冇驚嘛，冇嚟我冇你驚啦，嗬。冇你驚，你會袂記嘅。我幾年驚啦，呢個冇做，你講袂記㗎了誒。我係袂記其他一禮拜幾日我就袂記咯。hello。我會啊，你講乜嘢？我最記過頂到嘅時我係記喎，我邊咧學人講我哋字，因為我係張輝俾你講咧，我 HPS。Tapi yang bokong tu, yang kau tak boleh area tak boleh Why studio lo? Tinggal tahu mungkin tu je punya mah, tak tahu ya. Tapi, ikon studio kau kalau kau le present ni ya. Tapi gua, ikon kau. Hah? Yang bikin lah, pasti yang coba bikin lama. 人流啊，人講鬼告訴我，哎呀，我聽，聽下未記嘅了，就未記。但我看你叫啊 ，Facebook 就嚟叫啊會。未過，喂，講吧，等陣。你別人講鬼告訴，外國我俾聽外國嘅鬼告訴，如果韓國冇鬼嘛？啊，自己我去啊咧。外國嘅夢啊！多謝。你 Paris Paris 夢幾哦？冇咯，成個去看冇啦你 James Morrison 你有特別都行去吹夢嘅事啊 ，creepy 哦。你未想講阿毛嘅夢看冇咩驚咩？因為伊人有去證明嘅事，了個點啦，都家己去吹夢去倒落驚個事。你冇記對啊？嚇？冇記白。你看人嘅名。有咧是唐人嘅，有咧越南嘅是。都是 Paris 啊。等冇等，後尾嚟佢講把你鬼告訴。你係聽咩啦？你講。我未聽你外國嘅啦，韓國啊，是到乜嘢？
韓國發展貴啊嘛，特別。sorry，我係問啊，我係問冇長長啊，韓國啊，我看你鬼嘅 show 啊，伊講啊，愛叫鬼出來啊，就愛 whistle。係你我唔知喎，特別 usually 成，特別韓國嚟點咧，人愛請嚟講 usually 用真正物件，你知啊？一般 whistle 你你就來咗咯，嗰啲。我迄是做兵有人肯講啊，講人盤位數咯，伊幾個隊咗嚟，但是講人啲外口徛，啲迄個草坡位徛嘅話，人盤位數咯，人伊講啲做兵嘅東西，人常常拄到一種嘅鬼嘅啫，就是啊，伊盤位數過後咧，伊會味到人幫配。啊！你講是人幫配啊！你是講你無幫配，你朋友無幫，佢咧白白上做工嘅，當初無幫配，你味到嘅配咧就是鬼幫嘅。咪都講味咗臭味嗬，味咗臭味，跟住配嘅味。一般味數咧，一味咗人幫配嘅話咧，都是有鬼啊。但他福波是乜鬼啊？嘅各位幫配嘅啊。他福波是乜鬼嘅？他福波人幫配咩？點點？我直直搬你話，嗶嗶嗶嗶。我一定要搬了，看伊有味道無？一搬咧伊無味道嘅，就是無鬼咯。哦。哎呀。你嚟本來真嚟。呀，我俾你咪聽過昆丁嘅，昆丁搬來。冇講。跟嘟。哦，昆丁啊。昆丁搬來，你是幾出名係唔是？我當。我一時查某徛在車頭嘅，捌聽過啊。咧就是咧，迄個是專門啲地出名鬼講出來。我唔捌聽過。哇！你真出名真哦，大家車牌伊就出現啦誒。你講真咩？講下。OK，我係結婚頂嘅時候，咪就歸上來嘅嘛。OK，要其中其中有一個，你是結婚頂嘅時候，你車要緊無可能性嘅咪算，你咪停落嚟，好滯啊！誒，你就停落嚟就未見變咗。嚇？那牌都未見變咗，咪停喺厝度。冇啦，伊唔是牌，啊特別你牌咪就是你運水咯。會做你牌嗬？我唔知啦，有可能下次你甲你 boyfriend 還是甲你 girlfriend 做上節你運水，我唔知，你唔曉。做節運水咩？唔係你知，你做你冇寫清楚嘛？你曉嘛？你曉嘛？未咯？但是你嚟，我教你 private lesson。講咩味啊？我係你長頭咪以智慧人嚟。誒，OK，你嗰陣時有當時一時啊，唔是我嘅啦。誒，阿 B。啊，伊個準爆炸。Sorry，伊準嗰隻爆炸。咁樣嚟。伊個準爆炸。我哋唔就起行人講嘢哦。伊到底準頂？伊大多講我準頂無鬼嘅。準頂係咪？起行人講嘢。伊到底準呢？到底準頂？哦，啊，到底準咗到底 ferry 呀？唔是，到底準做緊。最多準。哦，多準嚟。哇，呢個 cruise 啊，cruise 啊。嗯。哦，誒，你 cruise internet 較好貴咧，學下啦。係啦。冇啦，我用掉 AT&T 當劍。哦，你到國國呀？我到 Boston 當劍，我喺度邊度出嚟呢？哦，你到邊度去？哇，未貴啦，internet 得貴。哦，未貴啦，那好。哦，你到 Boston 特晚你有部 lobster 對係啊？我做 Canada New England every report 半隻冇 lobster 不อันนี้high cholesterol 只有死件啫。係啦。哎呦，不得打包對啊！冇變咧，不過你真多嘅。我本愛。誒，或者你嚟 pot 啦，就估嘅都係多啊。我冇做工，所以我 just 出去到了。哦，或者你教我講去到啦，我去到咯。喺度正 area 呢嗬？我冇啦，我就去，我到啲中。其實去食Penang restaurant in 2 weeks。你想到你後面去就去啊！我 every 2 weeks 食一間好食了，我去到一間 Boston 嘅 Penang 啊。伊咪 Penang restaurant。啊，我知到 Boston 嚟啊。係啦。哦，嚇，我知。我就係林奇配送咯。我去過，你笑你 Penang 人個走去 Boston 食你累滯啊！我都冇到 Penang，都只過冇對去了。咦？自己煮啦，自己煮。安怎我出來煮啊？你 OK， 嚟啊！把你這邊買大正討論即係煮嘅物件，你愛嚟講嗬，你 PM 我，海南雞飯唔是問題，真正用嘅。
嚟講鬼告訴，然後燒掉，燒掉下面物件。你看到第我二條，唔，我大家有物件，我想冇辦法。係咪來哦？咪叫我看，不，頭一條咧，有可以咧，佢看無。看袂到。你就會暗一啲，正暗，你嘅 screen 正暗個，一啲。即係流啦。後尾會，哦，下一條。得嚟，到底得嚟。一邊後尾，正手邊。好撚看。但我放到啲嚟。即係我去丹麥嗰時，係Helsingør。哇！我去。伊個 castle 位，我行落去伊 basement 位。是。你鳥你看，我燒個真久啊！仲你被綁住到咯。share screen，我燒8年啊！8年啊！哇！我燒啦，我會 send 落去。哦，哇！你燒緊你估係 vintage 嘅特點。But 我頭時我翕到是大 camera 位是真入明咯，แล้ว當劍主嚟就無係咪看到咯？哦，佢呢慢慢消去。我哋看啲係咪？我哋看係咪？頭一條無，頭一條我好多看頭一條是無啦。第二條暗嘅是一啲正手邊，第二條。唔是這樣，我食係點？係咱過去另外一條是。我看無點點。唔是這條，嗰一條。看無咩？我過去另外一條。看無條，看無，嗰一條就得啦。這是一。這是丹麥嘅昂是無？丹麥嚇，對。你後尾得啦，看無條。得咯。我看無。得啦。哇！呢本是 hot 咯，呢本是 hot 咯。你suka你看你啊？咪超超啦，咪超超。冇伊個現在。看無到咩正手邊？阿媽講叫做係咩？伊成個一啲壁走出來，得咯，一壁後背。得咯，唔知啦，我阿公是可能是 dusty 啦。我嗱，喂，冰啊，切冰啊，嚇掉。個了暗個了哦。可能哇，看個目睭痛你哦一打，都一句哦，都一句冇。我朋友看，伊冚個，我對陣時伊，我和我朋友看，伊冚個暗了，伊放伊電視機位，伊將啊打波來看到，伊將。我開始做我啊！我冇看到。這是 shadow 嚟。唔知是 shadow 無灰都就，我是用 flash。哎呀，火咪啦。你還是哦。哇！我未看到半行啦。我看無。我看無到。我看到一直寫隻 D 嘅 shape 呢，嚇，一邊。應該係因為我handphone無好時看到。看到我 cursor，我看到我 cursor。嚇，對。但係看到哦。哦，是答案呢？一邊安尼起，一隻是整個是爆三角啦，一定等，對，唔知是唔是係你 shadow 嚟啦 ？statue is shadow 啦。shadow 唔是白嘛？你講是咯，個無灰都就係是我是用 flash。我看到，我電燈伊我就看到，我電燈伊是我係看到伊個白白對我行嘛。你 post 嘅時候應follow 嘅位啦，public post。我係 Facebook 哦 ，OK， is like。我留學女嘛。哦 ，OK， 我計。特別人講鬼時候，你咪使笑喎。之後，我笑8年啦。做嚟做冇去啊！你講做嚟做。咱聽這 episode 嘅時候，咱去這個 website 我係使畫喺你興趣，讓咱看另外然後。感謝嘛，又個是我 vintage 嘅鬼，讓咱看。做 vintage 咩？然後將佢了行落去，我個買對樣，買對，將濟人合併啦。然後我家己行，我家己就咯行落去 basement， 然後差不多行到真正佢呢個條，我冇看到啦。特別我翁無相信嘅，伊本講真正佢呢，佢咪走。哦，你啥感覺真正濟，喺你物件大落邊啊，安尼款咯。哦，喲，
真正济，反正是成袂穿开。哦。了，你要看咩走就对啊，我就是气候啦，然后走落去家己。哦。有啦，我是关迄个古早关迄个 slave 是虾米鬼啦？我就是我听过人讲过有个味道，你楼骹，当时有你在美國嘛是，領導是荷蘭是 slave 嚟嘛，然後伊人Civil War 時啊，你被有你頂北邊嘅人嘛是被死去即個slave slavery 咯，然後你 South 嘅人被 keep in slavery 嘛，因為偷咧，即係講啊，拖咧荷蘭 away from 咧即係 South 嘅時候，南方嘅邊嘅，一樣成個頭邊有個啊，到經嘅處咧是樣頭邊咧，荷蘭到啲咧basement 裏，所以伊樣條裂嘅，別走嚇，所以別條裂啦。你阿伯被走落咧，樣就即刻樣啊，北掉伊，因為你發樣停掉停咧嘛，成個鉗成你發咧真嘅啦。一北到啲邊，一指住你會樣好嘢，隻古 historical site 嚟啦，一人去，當你就碌個去下邊時，有冇 feel 到係你感覺咯？即係只你都冇看到你感覺就成。你冇看到，像真濟你下邊要點啊？suffocating 嘅就係。我想到一個，我唔知講過未？講啊！古邦是做工個做嘅嘛，了。你當佢唔是做工多做個咩？唔係你大啲做。我冇做工嘅，我當佢咪係大呢。哦。了，將佢大呢，我冇明白。等陣佢講下你 story。冇我一個隻好朋友，伊印尼人嚟，特別伊是唐人嘅印尼人。了，伊做。florist 就講插花嘅工嘅，所以只陣一個人呢，一個 florist 呢咯。然後你在 florist，伊人燒嘢 ，because 伊係零嘛，所以伊人燒啲零幫咗。然後你做呢零幫是也嚟燒死人嘅。哦。所以你說你做呢人劇死去啊，你就嘢去燒啲下邊下。所以有時候有兩個還是三個，是燒三個人嘅可能，冇你一人死要咗你，了，係就先聽冇啦。個你啊死啊！了伊講伊半暝插花事啊，嗬，我袂記是伊嘅 story 還是伊嘅嗰一個 florist 嘅朋友嘅故事嚟，但伊講樣啥，你說愛 formal night 嘅事，人咪是愛。做下你 rose corset 你看你嘛掉，แล้วก็ตาปอยไอปินเดียว嘢สุดเลยแล้ว florist ไอ做下你ไอแงะตัวปิน所以正 form ว่าจะเจ人嘅嘛所以 night before 就 start 做แล้ว所以做到半暝啊嗬你講阿妹是 if feel 到按照後背成個零嘅款แล้ว你 feel 到人家花點嘅喎你家你話一家แล้ว加開地地啦，嗬！你人幾個花點咪，你俾佢看無人。你有走係咩撞喎？你他死是無死人啦，是平常死係死人會特別，他死一插隻花死是無死人啦。Because 伊幫死人是 florist 係搬伊花，甲咱出來門口了，袂使放花，袂使燒喺內邊了。我哋廠內邊有啦，有死人啊。冇意思冇 ，because 伊做花可以無燒死人，係無人死嘅事。哦。了後嗰一個故事，我唔知這是正假啦，sound 正無咩相信嘅款。But 我就直接準備講伊名啦，but 迄間房間嘅大擺無人係大嘅咗。哦。嗰人家己一人一個房間嘅，特別除咗你是成個 group rating 嘅款。甲加級嘅人對公司房間哦，攞嚟人一個房間款。了，伊人是啥房尾做啥？第一個平層，對面一個平層嘅款。了，佢咧一橋咧，是啥個？就講 dining room 啥餐館嘅款咧，烹菜嘅人。了，佢咧crew rating 咪是攞嚟人一個房間哦。
所以旁菜人一腳轉去了咗，所以無人來 replace 伊，所以迄個人嘛是一個人一個房間了。然後迄個房，一困點嚟啲，伊困啊，無樣甲了做個槍阿弟來困誒。所以就對啊，伊嘛大阿弟名稱哦。然後伊講迄個房間無好事，伊直直換房間，直直換房間。然後人無相信，伊講做咩煞換房間誒？你講有物件內面伊個房間 ，because 伊人個名稱啊，吼，困啊吼邊啊是有成個每年反摘起來，所以你朋友你 roommate 未看到你反咯，你做咩本？了，伊講嘅吼，但大波啦 ，eventually 伊成個小氣啊吼，又係 medical disembark 啊 ，because 伊講。伊直直看到有物件，你講伊看到咪咗 from 頂邊嘅房啊，吼，伊看到頭毛落來呢，就冇看到伊，伊睇到頭毛跌落來，直做伊，你講，了，伊頭毛做伊，伊實，你看阿弟名稱，頂邊名稱有頭毛落來，你看等等嘅，伊直直做，跟那個房間。And then 喺你房間，但係擺有人多，就是有人 complain 嘅。你係人起小嘅？你小氣一路做呢未做啊？哦，哎呦，這樣。但somehow 啊，你冇反正佢理嗬。係啦。誒，阿龍，咁樣做？你叫我冇可能看到個女小英。呀，咪講啦，佢佢理你啊。我來看。你人會記講阿龍定是講個人講定是特別我袂辦特別講伊講伊會幾入來伊厝嘛是有幾件咯，就怎麼對，查某囡仔鬼伊嘛是去白伊個面阿冇疼啊，隻也冇疼。你亂點一抓？對不？對咯，伊講伊翕小影嘛，阿龍按照紅線垂掉。啊，幫互人看啦。我寫我係 iPhone 嘅小影啊，我哋掃個對面時，我看就是哇冇觀察啊！我係記講迄一名我看到咧佢後，我係時翕小影了，翹，後來我冇出聲啊，點佢名冇講我係。Oh fuck！我看到隻大雕，等陣 OK，等陣我擺好啦。台灣看。我故事，迄個咧沙琪瑪故事，人是怡寶俾我食嘅啫。你教一路食嘅。冇啦，冇做我加佢出，因為加佢出，因為你當佢加掉是點解啦？特別我唔是，我加攞出呢，係咯，我係啲 double，我係冚掛咗，我主要係掛是啲拖卡嘅嘢啫。一堆都去 Korea，冇得來都冇食一邊。房間啱數啦，盲講啦。如果把我聽我，嗱，我看，阿咩看？看蝦米？唔知，嗱聲嚟啊！我啲看蝦米？我這是沙琪瑪。我呢是阿莫藤。阿莫藤嗰時你逐個食嘅嗬？哦，開咗呀！伊咪是講咯，嗱，即阿莫藤就講佢哋。嚇，แล้ว伊邊隻？正，我哋伊是幾個了？伊係好事嘛，你沙琪瑪後就啲即係。食緊呢？伊邊隻條住嘴啊？佢咧是住界。冇我總之就simple嘅，我夾貴脆了，我係到啲特別我冚掛嘅，白嘅。你冇食個貴的，都等下你拿咋你嗰啲？我就拎你嘅。你成日吹流空，即係成日喺 Casper 嘅貴，你講夾了出來。呢個冇到這邊貴咗咋？但係一啲夾破一浪，呀！Casper 係貴了，只破一浪，只伊夾落出來物件，夾了。這是邊個是得咯？邊嚟？你講我浪我是啲，我是講你講。有一個 rapper 索起來嘅嚇。我白掉嘅嘛，特別伊冇一條。你厝是唔是有老狗開嘅字？嚇，就是我每日嚟看。我就是有老狗，但係問題是我冇開燈啊。老狗開燈啊！我對個厝我燈啊，可能是冚掉，你明白個？你厝係 CCTV 啊？有冚燈啊？你老狗有冚燈？
問題是糖啊是啲內面搞咩？你知我講咩嘢哦？我知。糖你下做時都冇下咧 CCTV。等下，我物件愛講。你講啲咩？後面你雲頂嘅講一半個嘛？來，你看，伊個迄個死死格格是邊來嘛？嚇。得騎馬啦。假掉攞刀假掉。你邊來嘛？Usually 啦，家底面嘅咧。是迄個物件來，加樓卡咧是百人講嘅。哦，所以好誒。我感覺就是迄個物件來食。嚇？真香哦！我有 physically 食去嘅咩？唔是嚟變。你阿毛湯個食個安尼款。係咯。呢個阿毛。有人講靚你唔知啊？係咯。咩靚嘅？我聽人講是靚。靚是有邊？熱辣。可以有冇同佢嘅頂到個另外一個家人講嘅咪是，家人講嘅頂到咪是講伊個阿冇同伊手去食個了啊，伊個伊個阿冇同。我以前咩我是放工啦，阿妹10點幾啊對個厝啊，我就開會呢，哇！我冇觀察啊，我唔。你過嚟困啊，係咪？他前面都過嚟困啊。哎呀，後條啊，後條那是我。我驚你在畫粉嘅粉無？畫粉嘅粉。係三啲頭卡。去 check 啲嘢到頂嘅電邊啊！你看你到頂是玻璃嘛？那是有人當掉啊，你都會吹彈伊個隻了。嚇，去吹看伊有隻無？你去幫媽打，有人接我係愛做，但是我愛做本好啦，我不是等第二節叫朋友嚟白白做，我唔敢做，我唔敢咯。無你會看到伊個家裡嘅，看伊個家裡是大機嘅家裡，還是細機嘅家裡？哎呦，嚇，你會看到嘛？冇 CCTV 哦。那 CCTV 看驚死去。哇！即係而家 live 原來是講呢啲物件。你特別好睇，你冇去看到咯。好彩。但係成個女朋友講嘅嘢變一半都冇計，驚個死。我當然講是講看到一個到頂人哋款咧，你家己我不是猜呢嘛，對唔對？我猜講後日有可能會鬧交，但雖然講鬧交冇可能嘅，只嚟我嘅厝啦，因為我同我覺得手冚掉嘛。但是講我嘅心寬啊，後尾就看到見咧超，我感覺我自己做咗嘢。好啦，當然不是猜呢，咗。有可能是有看到無理由大落去啊。琴晚冇斷啊，琴晚冇斷，伊講係咪家庭連家底？開 double way 喎。要出咪開 double way。問題是伊 double way 因為出去解掉伊起來嘛。未呀，書是教佢破嘅，老教是開。我相信我就冇有出嘅，因為我就是你冇記，我就是3層樓，係啦。有，伊若是加掉，你都會看到伊個隻了。伊個隻。啊。對。特別伊個安怎一個鐵抓，到底伊個碗嘅位阿毛糖，而出來到頂位夾破嘅抓。係啦，double way 掛自己塗卡去thôi。double way 嚇，double way 咯。呢個唔是貴咧，double way 夾落路塗。你阿龍都冇梅人看，係咪意思咧？你看，嗰時你就錯嘅。我冇錯意嚟食，阿龍冇，我即係意嚟食啦。誒，你厝主有做事無啊？你厝主有可能我是厝主嚟頭嘅。哦，你是厝主啊？哦 ，OK。誒，冇妹，你邊有成個你食咧？個村咧借啊是減淡薄貴，但係你借。解一 plastic bag，一個 plastic bag 嘅。減薄借減淡薄。我講係一吹架是伊嘅哦。我唔是，sorry，我所記得吹架唔是我嚟，因為我是切頭整。邊嘢是都會啦。我冚到邊嘢，我冇架，我切。哦，你我係計你坤。到時你會send address 俾我啦，我不知我唔敢去俾下記住。哦，冇，你邊件，我有做 Airbnb 嘅。我去邊先你做嘅哦，我看。去水有意。我不去啊。你都看到冇？冇啊。呢度冇鬼咩？我老實同你講啦，我厝是真好大，真爽嘅啫，冇做。哪有鬼嘅好大？爽嘅啫。要把你拖啊搭子哟，冇嗬。阿搭子，阿搭子喺你邊？唔是，我聽人講喺你後背講啊，拜後背講啊。是拜喺你物件嘛，嗬嚇。你有拜阿搭子嘅嘛？
你有一個 family friend 哦，伊個查某囝看會到，甲了看會到，細漢時啦。伊 randomly 甲伊嘛講，你係安尼看，伊咱家食，你來閃出去嘛？伊細漢時響講着。哦。伊講伊毋敢來食，驚。我就是講只搭子。伊講會驚咱響掂出去，閃出去會散散嘅，甲家食。哦。又未必看到咯。誒，了我問一個摩頓頓啊。我要知。摩頓頓。我要知邊領嘅，你讀冊嘅事嘅。哇，係咪我等你？我等但係你換點？Green Lane。哦，等，你講 Green Lane 講冇了個。啊不，Genting lah. Gentut. Gentut.你genting嘅。了。你車牌唔使落車。冇因為以前呢，因為 usually 成個人滑車去嘛，你最好你先咪停到半路，你停到半路你車就唔通。聽冇？你車最好先咪停，你停一隻銀牌，然後有時候時咧。我因為古早我就做 show 嘅嘛，特啲跟嘟嘅位，趁你嘛特啲博腳點會做 show 嘅。แล้ว嗰陣時有人甲我講，未使人做停車無好，แล้ว下啲人就講有時有人一車歹，แล้ว嗰陣時咧嗬，伊個下一咩事一落得淡薄會好呢，我唔知伊是講正話，還是愛好啊啦，แล้ว伊講落掉後咧就停到邊啊，你就愛揸車叫人載落去，有知哦？แล้ว嗰陣時，伊就停落嚟，แล้ว伊就揸車，แล้ว就車都唔敢停落嚟。你說你時間，你在幫人你車牌後，你揸車人家就 stop 落嚟載路嘅咩？別講啊！別講。你平安同我諗到未啊？才白色嘅官啊，才白色。冇啦，冇看唔到。แล้ว嗰陣時咧，佢伊家買嘅時，伊家有人經過下咧所在，我唔知伊是安怎拄對有經過人，有人甲伊講，原來因為伊車歹嘛，咧伊就叫伊車後尾去砸車咯。對，意思講，伊砸得來嘅車是伊車是到底伊嘅家姐後尾嘅，你知哦？咪講入邊有人咯？嚇？你冇講車入邊有人咯？唔是，伊徛喺車對面位。可以啊！我老誒。然後就是因為人看到伊砸車，然後伊嘅家姐後尾伊車嘛，伊徛到伊車對面嘅位。哦。然後人就唔敢停落來咯。哦，咁那 means 嗰個人看到啦。Yes。咦喲。你是蝦米人？看到蝦米人？有看到人徛到對面位。查甫是查某？唔知喎，伊冇講。頭先唔是講查某？冇啦，是講查某是啦，一個人特別講查某是看到，一個查某穿紅衫嗰啲嘅咯，穿紅，呢啲白你 sorry 嘅。跟都有嘅呢，即幾啊，因為人去拔橋了，樹類了跳樓嘅。Hello。跳樓是做啥？有邊啲嘛只隻 actually 冇播出來啊。你拔橋係咩？冇啦，聽個關嘅老謝啊，啲人拔樹膠了去跳。拔橋為準啊，邊啲會拔橋為準？拍清波，你講你。伊拔橋樹啊，好見跳啊。滾老蕉嘛，個幫。OK 嚟 ，Green Lane。Green Lane。咩叫 Green Lane 啊？冇等我等啊，你講伊學等啊，幾講學等。你每一面都沒有學等嘅咩物件？學等咯。你會告訴咩？哎呦，學等嘅我是捌聽過是後尾有一個有學曬物件啦，特別我是唔捌拄過，還真是。對。我記啊，我古早我讀早起班嘅時，聽到。OK， 我當我讀早起班嘅時候，你在喺你幫讀早起班啦，แล้ว伊喺你幫 sekolah 有當時真早過來台灣嘅哦，แล้ว嗰時我就真早教，แล้ว嗰時 usually 間學生嘅是行過一個 building，
伊家就俾你家去近頂班嘅嘛。近頂是開尾條嘅，然後我就笑咯。我行去下咧老師嘅辦公室頭前啊。然後嗰陣時有一個安哥徛在辦公室頭前。人甲是唔是人？嚇？是人甲是唔是人？唔是人，我真正 confirm 唔是人。然後講下咩？Enjoy。你乜讀驚咯？伊是穿條隻古仔嘅衫咧。咩古仔？裝嘅，古呢嘅衫。入下來。伊是穿中國衫咧，嗰個直接中國舞。啲物件都意嘅。都冇一半啲物件。講要入下來。像家下咧黃飛鴻嘅衫。啊，對，安怎你知？安怎你知？三億安尼款呢？因為我講嘅時候應該咧安尼款呢。我人開甲比起來是哇，家咧安尼款嘅時候。哦，都燒起來喲。有啦，可以代理下面個。My God，真係燒喲。伊個是喺你甲別啊，佢哋古仔係俾 case 個。哦，好聊哦，個燒掉。只小英語那邊，因為古仔樣成個屬個 action 小英語嗬。哦。有咧用手畫啊，用手筆畫，用下你教得出嚟。手筆我冇啊，你好嘅人咧，是你講。唔是，走落本嚟，本是中國走落嚟。特別我知咧，是好嘅人梗有。冇啦，本是真坎坷嘅，唔是講下你包準走落嚟，唔是。包準啊！冇包準呢個咧，冇把關肯走落嚟。了你講你穿嘅老國仔嘅衫嚇，你會記冇白講過哦？未記啊！冇白講伊個 girlfriend，聽到伊 ex girlfriend 係什麼？伊 ex girlfriend 嘅厝嘛？哦，你記哦，佢厝。講過伊厝啊，古仔學呢？冇。你佢哋爸佢哋講呀，一爸哦。爸一講啊，看到一穿佢哋一落來，然之後對阿妹落來時，都係到卡就看到啲大波穿咗啲老國仔嘅衫咯，就見咯，我看到啊，因為是人嚟本好啊，嗰人看到穿嗰啲國仔嘅衫徛到啲邊，我唔知是人啊，是鬼話本是講嘅咯。都細漢嘅時喎，都叫你是乜都講，都奇怪呢。我看到我就講啊。你成個我小弟啊！你看佢做細漢時，做細漢呀，伊想只濟啊！你看到迄個，我人厝邊有一個，個 masjid 啊，我唱哈，迄伊樣真正是伊樣，唔是暗暝去拜拜咩？你穿白色嘅，白色規身軀嘅查某本穿白色，唔是，係啦呀，before 係啦呀是，伊個看你袂娘是，你伊樣行過吼，只濟人嘛，我小弟。兩個有鬼啊！有鬼！我係人看我有鬼。看到你白白樹個了。好啦，真好笑。你看似佢搬咧報道啊？你嘛咧 orange 係啲係咧拄嘅小，唔是小拄嘅青嘅拄嘅厝入邊咯。有人拜狗啊？做咩拜狗？拜狗啊！波嚟講，係搞個波。就係佢講下啲人哋嗰啲狗，其實係俾拜狗啊。誒，冇等有，我俾微佬刀卡超，係咪會做係咪物件？有時嚟叫你做物件，你大概。唔捌喎，我未曉呢物件喎。你捌雲吞哦？係咪？啊，雲吞只忙嘅，只個你本上個路人只告訴。雲吞係咩嘅？雲吞是邊咧福建嘅哦，嗬。係喂，哦，伊散咯伊。那你講何鬼嗲你特別鬼嗬？你見那查某呀？對，啊好似我哋邊咧學嗲伊講。哇！大姑娘知咧，我特別去學得我見就是聽就係啲。伊大啲多一間我講，未記啊，你講唔出嚟嚇。上地啲，上地講伊到啲，伊上地一年啊，到啲。馬里啦，我去下 KFC 馬里，講下你估。知晒哦。哦，知晒嚇嘅嘢。司空切啊！
係咪試控制？啊，試控制。大家我困啊，未當啊，媽仔我起來做物件數。哦，K，你咪講榴蓮啊？講榴蓮。我係食榴蓮，我咪食榴蓮。因為媽仔早起我起來做 yoga 嘅數。咪就係我諗住食榴蓮係咪？摸頓頓。我大家拜拜。拜拜。拜。好困啊！咪能做物件，等你在邊一個都白白做。我話都係會等啊，你會。OK，啦，小蛋。阿叫咩名？阿叫我呀，咕嚕干兩面嘛，就嚟新巴士吹哇。阿兩萬咯。雜包包。冇唔是雜包包，阿叫你本身特jadi。去吃啊。去吃啊。啊，會吃啊。拜拜，good night。拜拜。誒，你過來 say hello，我唔知你係平時係安怎嘅數咋？第數嘢嚟啊！呀，你咪你得拄着你小歌啊，손頭啊，嘢幾日子？後面小歌，這邊有老面小歌都。OK，拜拜。拜。有時 OK，小打成啦，肯定是咧，即係禮拜特別嘅邊咧，就是摸頓頓咯，走起後誒，了解。因為你媽係伊。係啦，查波波啦，了解英國中啦，了解龍啊，加香果啊，加灰車，加歡喜。有一個他媽。拜拜。蘑菇。一個撞嘅走起。南西。當然係南西，就會香講榴蓮。我哋講榴蓮先啊，個到底嚟啊？哎呦，榴蓮按高中嚟講就係榴蓮。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我有做公主要啊。冇知道啦。3點半了，馬來西亞點先3點半了。對，3點半。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 click แล้ว是這邊 subscribe 是你訂你整嘅一個通知錄，就是幫做 live 是通知錄，แล้วก็ edit เป็น T-shirt 嚇，你使 directly 去邊度 back 嚟邊，感謝啊，bye。我冇看過。